到話1萬蚊首期買唔到珠海市嘅一手樓啊！今日帶你睇下嗱，呢套2房月供3000蚊，首期1萬蚊，純首期現樓現證，係珠海市嘅樓啊！嗱，我哋再睇睇我哋嘅環境先，呢度唔係山卡啦，係珠海市啊嗱，落樓就係我哋嘅珠海大道同埋前面濕地公園，對面就華發商都啦，哇，過去都係5、6分鐘嘅時間，啱唔啱你啊？呢度2房只需要1萬蚊，純首期，多毫子都唔使啊啦，現樓現證。仲有咧，開發商而家放大招啊，幫你免費供6個月啊嗱，因為依家大陸啲房地產都好捲嘅啦，精裝修嘅3件套啦，嗱呢啲見到嘅冚唪唥都係你嘅，冰箱位置啱唔啱你啊？啊呢度2房啊，2房2廳只需要總價係總價95萬，你就可以攞低嘅啦。再睇睇啲房間，所見即所得啦，哇！我哋嘅洗手間都非常之大啊，連飄台都贈送。洗手間喺呢邊一路沖身。有埋飄台啊嗱，啊樹木啦，北大灣區最緊要啦，可以買到平靚正嘅房，亦都可以買到低首期嘅，呢套應該啱你啊！啊，1萬蚊首期可以攞低呢套精裝修2房。如果你覺得哎呀阿龍，我要買3房啊，2房可能細咗少少啊，唔緊要啊，2梯4戶嘅設計，隔離咗101平方嘅3房2廳2個衞生間，咁我哋一齊去睇睇精裝修3房。嗱，嚟到101平方3房2廳2個衞生間，入嚟呢個入戶費都係贈送㗎，精裝修交樓啊！咁當然啦，嗱、這、呢個大廳夠唔夠大咧？呢、這個大廳都去到4.5米啊！咁當然啦，呢度都係朝南嘅東南向睇到珠海大道啦，同埋嗰個濕地公園，前面就華發商都啊。落樓咧就有我哋嘅大巴直接翻我哋嘅港珠澳大口岸同埋拱北口岸㗎啦啊！仲有呢套房咧就1萬蚊首期。咁月供就會高少少，就月供就5500蚊啊！總價幾多咧？124萬，係124萬嘅總價，可以做到純首期。咁你唔想供咁多咧，你俾多啲首期咯。但係呢度係1萬蚊就 OK 嘅啦。就買少台手機都可以買得起嘅3房啦。呢啲全部同你教啊嘛，呢啲都係交樓標準。哇！精裝修交樓啊！當然啦，呢啲餐台咧同埋梳化係冇嘅，同埋床都冇嘅啊。咁啊，你就買個床買梳化就可以拎包入住啦。呢間就兒童房啦，咁都係飄窗嘅贈送，咁啊睇住成個我哋嘅大學城啦，哇！整呢度舒服啊！咁講講交通啊，呢度翻去落樓翻去我哋港珠澳大口岸咧，20分鐘嘅時間啦，直接翻到去港珠澳大口岸同埋拱北口岸噶啦。咁行過對面華發商都咧，如果開車咧就5分鐘時間咯，行過馬路就係啦。咁呢套主人房精裝修交樓啊！咁你哋成日話要揾啲大灣區平靚正，又話要低首期、低月供啊？呢套啱唔啱你咧？嗱，101平方1萬蚊首期5500蚊嘅月供，咁呢一開發商放大招，幫你月供6個月啊，月供6個月幫你免費同你補助，咁啦，因為咧而家年底開發商都比較內捲嘅咁如果你覺得呢套3房，哎呀呢套3房貴咗少少喎，我想買到平嘅喎。有冇啲平啲嘅3房？有，因為2梯4戶嘅呢戶咧就101平方，我哋去睇睇嗰個88平方嘅3房啊。嗱，呢度88平方嘅咧3房2廳1個衞生間精裝修，1萬蚊首期入嚟呢個廚房位置咧，見到都係交樓標準啊嗱。當然啦，1萬蚊首期，月供大概4200蚊總價107萬，你就可以攞低啦。呢度係現樓現證嚟㗎。咁呢個位置咧，同埋剛才個朝向呢個有啲分別咧。呢邊咧就西南向見到嘅景觀咧，可能同剛才有啲出入啊。咁亦都可以望到華發商都同埋濕地公園嘅。咁呢個4米開緊嘅大廳啱唔啱你啊？如果你喺買房嘅路上咧，要買精裝修現樓嘅咧，買珠海樓嘅咧，呢套應該啱你啊嗱。咁當然啦，呢度咧翻去港珠澳大口岸同埋拱北口岸都係20分鐘嘅車程啦。行過對面華發商都係5分鐘啦。如果你覺得呢套房都啱喎，咁睇樓咧，當然啦，我哋都係專車接送一條龍服務啦。呢套1萬蚊首期，4200蚊月供，總價107萬嘅珠海精裝修現樓現證。咁當然啦，依家開發商放大招幫你月供補貼6個月啦。咁其實幾好嘅，依家平靚正啦，性價比高啦。對面賣到2萬幾蚊一平方呢度真係1萬蚊出頭輕輕鬆鬆係精裝修現樓現證。除咗梳化、電視嗰啲我哋嘅床嗰啲唔係交樓標準咧，呢啲全部都係交樓標準㗎。咁當然點解話中國人咧有房先有家咁一定要買套樓
最基本係光宗耀祖啊嗱。咁時間過得真係快，又要同大家講拜拜啦。睇過阿龍嘅視頻，包保你年年行好運啦！我係阿龍，得閒飲茶。